先继续来看去年的8月发生伫台南镇惊全台湾的台警察的案件。当时2个员警互一个姓林的逃犯无情来杀害，检察官是甲起诉求处死刑。台南地方法院召开着辩论庭，相关是当庭向员警的家属来道歉，讲家己真对不住，嘛真后悔。家属听到了后情绪失控，痛骂嫌犯叫伊点去，而且无要接受伊的道歉，要求法官爱甲判死刑。不过嫌犯的辩护律师讲，这嫌犯是误发性的冲突杀人，就是偶发性的仓促杀人，有较大可能无应该判死刑。你有种杀警察，为什么不敢抬头？犯一件互全国调查警的台南台警察案，嫌犯林姓吴，2020年8月份，因为假期结束保长台，方掠到时摕刀杀死警察涂明成和周瑞杰，检方起诉求判死刑。案件经过年外审理，昨台南地方法院召开辩论庭，林姓吴回释了，不过家属无法度接受。神情自在、安详的坐在那边发呆放空，开庭都是一个很荒谬的状态啊！难过的永远都是我们这些被害人家属要承受这些折磨，所以我们会觉得那是愤怒。开庭时，嫌犯林姓吴甲警察的家属讲，是咧真后悔做这款代志，家己应当有罪，对其判死刑无意见。不过家属听到了后，当场遂哭出来。涂明成阿姐大声叫点点未接受，佮每逐摆开庭拢看到嫌犯伫咧细心度区，就亲像这件代志甲伊无伫台，心内完全无亏欠。啊，周瑞杰阿姐是讲，和孙爱感情就亲像爸仔囝，未嫌犯无资格做人。司法代表的公理与正义，不应该沦为形式上的自我安慰。我希望林姓武他可以被判死刑。不过嫌犯的辩护律师讲，嫌犯并是有计划要杀人嘿，是雄雄赶工杀人，也阁会当牵假，无应该判死刑。这个话讲出去，互家属是听甲真生气，阁和律师伫咧商量。法警赶紧来甲安答。台南地院讲，审理结果会伫咧11月23会知11点宣判。啊，对家属来讲，敢若希望司法会当幸福死去的警察一个公道，莫互因的丈夫和责任心变作是一个笑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